为了环保，就要减少使用塑胶袋啊。新竹县北部乡的公有市场对5月1日开始呢，这店头是袂当主动提供塑胶袋来互这买菜民众。实行的头一天来买菜民众，真侪人是真袂惯势。新竹县环保局为着要推广这项政策，伫初期也要推出活动，民众若准家己穿袋内底，就会当换一份礼物。猪肉大的头家甲剁好的猪肉放入去头家准备的塑胶袋啊。政策推动的头一天，大部分的民众去菜市仔买菜，真侪嘛是拢无家己炸袋啊。新竹县北部市场对5月1日开始，打商袂阁主动提供塑胶袋啊。新措施都实施反应无同。有的人他不是说他拿到有可以装就好，他用一个拿回去，只是制造那个环保，是不是？现在人家都推行减碳，那拿回去都丢垃圾都烧掉一大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觉得这个政策很棒，对不对？很好啊。乡下都是老人家比较多了，几乎都是还是要袋子。就算他今天带那个，他自己带个提袋来，我们还是要用到这个，绝对要的。塑胶袋比较方便，我拿回去进冰箱比较方便。其他的不方便。如果没有给塑胶袋嘞？那我不买。新竹县环保局表示，大家意见政府拢有听到，因为目前市场用塑胶袋的量上大，才希望对市场来推广，也是会鼓励民众去买菜时，会当家己穿袋啊，大家穿好惯势，会当减真侪塑胶袋啊。那其实大家目前也已经知道，我们在一般的超市、量贩店、书局、药局也都没有主动提供民众免费的塑胶袋。那为了扩大这个政策的一个推动呢，我们今年开始在跟北埔公所合作，在传统市场也来做一个不提供塑胶袋的活动。环保局也建议民众买鱼买肉会当家己炸鸭肉去底，买两个塑胶鸭肉抓鸭肉卖蛋，会当搁摕去买两，减用塑胶会当对生活中做起。另外，为了鼓励民众做惯势，10月份进前只要家己穿袋啊来北部市场买菜，会当换小礼品。环保局讲，若是减用塑胶的效果袂歹，会继续推广去别个乡镇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